了解不运动是不是意，结果什么物件，所以心就是很这个。那你进行那个用把你去改进不改，那它就会好挺好。建立产业标准政府的好，所以流程贡献，你去用政府的不为一种把用天空用这种条件，去把套标准来对政府的，其实用你把这个条件，你的为陌生去搞开的，它其实说的是。我咧讲，还是新人讲，伊完全拢都是将个牵涉到咱新鲜的物件，这是非常重要。因为反正好啊，这个这几年咱的表面有的进行活动这个指导会，那因为。基本上14分，你时间蛮大，14分来说，结构不难清楚。如果咱来讲真正，你去到第二个你14分的时机，跟你在大概那是跟这个这些不太大。不需珍惜这些。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不能讲是我这样因为咱进行我公告，我们对比无发现，做基本先例，有理解中有理所写，有我想，有理想，有就效，有假效，当然，因为这方面这些功德。你东西不得这因果先因这个先人牺牲，就是这个观念这些膝盖，因为咱这些膝盖，当然你保卫能进行的是哪步所以这个咱这个波士点能进行去保卫给不讲，你这个观念。反正咱就我们理解，这个结保的结保的这个关系，这个结保的东西，这个新的先例，因为你先从的行为的时候，这个关系材料有路，其他啦，这个三到四，到中间这个时候，关系小点修修到修如果呢在它顽固它调皮这个走路这个细胞但是呢一种高于高这个导来这种情况或者一种先例这种你把它修进所以一个现象来讲我们必须这个这个路，这个世间无论，但是这个世间享受人生的富贵，但是总是因为咱得到是开发，因为咱得到经历，所以没有去修哪个，这个开发，其次呢，这个路听到一个先难讲，所谓。所有你拿出来的话，这个就是先灵比较形象。这个先灵有做的改发，能拿出来听少办。所以说，比如说，我们高明来讲，这个高难，东这个我用就是比较好。他们高比如说，到这个高水的，这水的是提到这高难。他们高标准说比较难，
记住啊，我哋多少钱，是几种物啊？你自己啊，关注我哋嘅服务，这些所在。我们关到全部能到下来，这不是怪的，反正就是怪的。所以你得啊，关于哪里在说哪里，到底在修订的时候，哦，你今年的修订的时候，我发现那就用了哦，所以呢，你的辛苦大概都这样，对任何事情也将是到位。哦，你也刚刚你也听的，如果啊，第五期的话，我是以修这个特性，所以你的学习当然修到心境啊，发现到核心已经不行到进来，你马上觉得哪里好，马上不要给他这么搞，所以你看到我看到半年对了哦。所以你的时针啊，从一旦我不会，今天我是在什么情况里面？但是我老七分离啊，我老七分离，但是我老的七分离不属性，我这世经能看得清，为什么？一是了不可思议的这个量料，那你看得清。所以这个当中啊，这个当中呢，上天啊，天着魔鬼这个差事这个这个活动啊，有条，我呢，因为这个日本先人伊下来啊，伊是日本先人，伊是心不天心不空，所以这个当中啊，我个人是。我来说，那咱们今天我给这个同意，所以这个我分析后边的要点路，当然我就来这这要点路，这是我的分析。但是呢，得一关于当然不是细节，这两个超级的有这个要点路。所讲实际，所以对一般的个事甲看了，然后咱就谈这样正确的心理，有先发展，发展已经人讲咱无一个人在受害，我无一个人在受害我，因无一个我在受到内外的受害，所以不能讲。